今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美国对顶关税政策是大大影响全球的股市。台股因为清明连假还未出现反应，各界拢真烦恼，今仔日开盘可能会落一个真厉害。金管会提出3大救股市的措施，另外证交所嘛真罕见，伫咧台股开盘进前8点的时阵开说明会，叫大家爱有信心。 借券卖出的一个委托数量是该种有价证券前30个营业日的日平均成交量的30%，从4月7号。 到4月11号，从30%把它调降为3%。针对台股今仔日开盘恐惊出现失去控制大盘，金管会昨暗提出救市的3个方法，大幅度缩减借款卖出的量，降低市场被放空。上市跟上柜公司在融券，如果交易人要做融券保证金的成数，现在是90%，未来的话我们会把它调升为130%。第3个就是放零担保品的弹性，增加投资人周转的空间。 另外，证交所也正罕见伫咧开盘之前8点开资本市场应变措施说明会，董事长林修明亲自说明政策的内容，稳定股民的信心。因那国安基金也已经传好，依照法规的第8条规定，只要国内化重大事件，资金大幅度移动，影响民众的信心，造成金融市场失去控制情形下，委员会决议了就让启动护盘。本来就是要开例行会议，然后必要会让开临时会讨论。 是不是正常护盘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